啊，做嘛个要用报社船来走啊？你就要都有一张从玉米笋的意境那里啊。哦，意境。对，意境。你现在是有讲那个抽象派哦。抽象派。他最近在读哲学啊。还有多数啊。我们美英姐她是烘焙老师，而且以行在做烤鸭的。哈，好厉害的。北京烤鸭店老板娘。所以看起来基隆沙嘅分工就是讲，好困难的啊，好危险的分阿姐来做。还有啥？我是孙的嘞。啊？有孙的。这是什么美魔女？凤水带来料理系乜嘅？风轻云淡。啊？风轻云淡。你们在写诗吗？好像有自然豆啊。那得会风好顺嘛。你们两个这么辣，一定要辣下去。卫生纸呢？不是，我想到了。怎样？我们有牌子啊。叫厨师切吗？对哦，老师傅切熟了呀。有一个不怕烧的。对，他们都是铁砂掌哎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，我係白強。今日當歡喜又來到桃園嘅龍潭啦，鄉親朋友，我們來了！哎呦，上日規嘅體育設施去到龍岩宮來了。冇唔錯，來到龍岩宮也特別就做啲甘肅嘅，都有特別嘅香火東風啊，都好都有嘅三角嘅素材，我老太講一下。當年龍潭啊，辦下嘅發通啊、踩街的時候、迎古董的時候，哦，呀，特別真的是非常多年。還有老太大家還記得冇？呢一片主要祭拜係神農大帝。哦，神農大帝。嘿，係為到吼，大家嘅耕種因吼，農作物的收成啊，所以尤其對我哋個節目來講吼，農作物的好。代表一家之主的好，冇錯，馬上就有分享到李志龍李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志龍。徐良講你好，還有劉雪玲劉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雪玲。阿雪玲你好。沙灘好運嘅來分享到我一吹嘅潛水站係表姊妹哦，面子留必連子，分享大家好。歡迎。好，咱最今日來分享到係親姐妹哦，茶金柱到茶金柱。大家好。來了，哎呦，珍珠、銀珠、民珠，哎，不過佢係親民珠，咩係茶民珠哦，不然就要認親姐妹了。龍潭也特別有乜嘅好食的啊，好搞一邊睇教小記一下。龍潭嘅主要係神農大帝的龍元宮哈，大家都虔誠來在拜。其實龍潭還有上行咩？上行嘅老街啊，咁傳統。老街，真嘅。啊，去到三行路嘅有什麼嘅？七八是不是還有鹿同旗？我記得有一家很有名。我哋都按到牛溫水。哦，牛溫水。哦，牛溫水。對，因為我們美英姐她是烘焙老師，而且以行在做烤鴨的。哈，好厲害的。北京烤鴨店老闆娘。對。董修係烘焙教學。咁厲害呢！也是跨界。不說家己老所有來到龍潭做嚟去搞嘅料嘅記錄講清了，我看咱哋係幾咱最漢做你講嘛嘅，因為基隆山係龍潭菜天英嘛係嘛，所以老大家講吼，假使來到龍潭哦，聽說我去搞，我聽說我去食的個東西就嘛嘅。我哋到南天宮，啲蝦種都清醬，然後食的話就剃頭頭。那個是什麼？剃頭湯啊，龍潭花生糖嘅花生糖。啊，對，你呢啲交流到下來先分到。好啦，馬上來看下天主料理嘅食材係乜嘢咯？好，來到龍潭聽說我食嘅東西，打開呢本大家看咯。跳鋼拍。馬上呢，先來分享到有嘅種跳鋼拍嘅牛肉，種滷水香雞。歡迎，水香姐來。啊，大家好。你好。哇！水香雞，你有種一個跳鋼拍哦？有，好種哦。我像照顧生人樣按生意。哦，打你又不給他餵奶這樣。唔係餵奶啦，我補給水食，我補給配料食。但是配料就做唔得挺合。個濕度我差唔多的，做唔得挺濕。當然我要細心的去照顧佢，我去淋水，唔好淋挺濕。一次架做嘅油雞皮，係油雞皮。假使我去到市場外買嘅跳鋼拍講，我用乜來燙？燙嘅時候，你要看佢嘅鮮，佢上到係順利安樣鮮吼，開始做得賣。但是你講當醬嘅吼，佢冇沖點嘅吼，你是會轉型要去到成條水會漂流下強掉，醬機嘅吼。
又血肉啦。哦。啊，因那个又冲啊又控，该是好安心些哦，的。哎呦，冲啊先食過。嘿，咁就自己好安全啦。哦，我想看下嘅日本蟲嘅先食嘿，過釣出較安全，較安全。啊，款介下背哦，这边好處的哦，它代表它比較多汁係嘛？唔係，你係講佢下處到，代表講佢啊，佢生長嘅期間吼，你係培訓有啦，係有細心來照顧佢，所以佢是會下太機。哦，你培訓冇啦，所以佢是會下細機下肉。哦，好，來看一下，有冇水熊期待了嗎？好的，我本睇下先咯。哦，哎呦，哇，清炒的嗎？來，大家試看哦。好，大家來試試看啊，老爺嘅雪白菇姜蝦炒嘅嗬。菇嘅就紅蘿蔔咧。哦。哦，當啲係咩？有脆有甜。都是強光拍攝，對人身體是挺好啦。它有維他命 B、C， 還有抗我們的氧化，它冇按降肉啦。嘿，對人的對人的皮膚當好啦，係當好一個保養品啦。又好鮮嗎？好鮮，好鮮哈，已經好鮮哈。好吃嗎？好吃，吃光了。哦，吃光了，吃都強力了。是這樣哎。好，今日呢就拿下水熊最重要按讚的調港拍，馬上就會進行踢館的挑戰咯。博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踢館呢拿下嘅調港拍，向下來做變化，風水帶來料理係乜嘅？風輕雲淡。啊？風輕雲淡。你們在寫詩嗎？好，我們先賣個關子後哎。好。好，而且師傅有看到嗎？我你按那樣哎，有一種像是師傅的菜的感覺。係有感覺咯。有感覺。哦，咁我談看一下，點解咱需要做嘅料理係乜嘅？紅子趴炒牛肉。很直白，炒牛肉。對，白話的。對。炒牛肉。大家都愛吃牛肉。好，對水有信心嗎？有嗎？有。好，馬上就來進行比賽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開始咯。好，馬上選東亞導邊落看下咯。看一下到底乜嘅係風輕雲淡。趕快做，趕快做。風輕雲淡係咩？撈卵有關係啊？係。你一嘅愛選開貨嗎？哦，好，謝謝。愛用佢。好，什麼意？那風輕的部分呢？風輕就是豐收誒青江菜，拌雲蛋，來做一個青江菜蛋卷。哦，雲係講搞暈啊？暈嘿。哦，搞暈啊。諧音嘿。該發係同學拍切下落嘅係嘛？係錯。螺鈿切嗎？螺鈿切蛋會不會落去？那幾啲陣表妹做得用哦。因為第一想講，第一兩卵有嘛哈。剪好啊，不用改變，分開來，因為改熟食，兩生食。哦。好，生下來咧。生好了，先煸，睇個皮跟到煸香來。煸出油我要嘛。哦，一啲咧，一絲咧。哦。啊，做乜嘅全部係倒油油啊？按用是下夾熟。哦。下夾熟。好哦，我們大家再回來了哈。好。好。哎呦！你睇牛肉嘅底部都要加埋嘅，看起來豐豐嘅。加透油、米酒、糖，還有香油、太白粉。哦，先幫佢滷一下哈。嘿嘿，必醃製，必醃味啊，嚇醃味。其實今日吉隆沙來到節目吼，尤其啊隻進駐節，尤其係特別嘅形狀，進駐節看起來吼，冇買嘅創主菜吼。商師住啊，她是貴婦，就是一年一白，貴婦，過年嘅時節。哦，過年冇住哦，過年要出去去食，係咩係樣個？因為細年太爺啊。嗯，哦，對了，要享福唄。我有孫女咧。哈？有孫女。這是什麼美魔女？係有2個孫女啊。哇！看唔出啦。看唔出來耶。啊，進駐節咧。我有個孫女，我2個妹嘅。佢介下就讓人講，哎呦，我下就幾多沙？九位跟個兄弟姐妹。你係水太嚟嘛？咩啊？鐵啥咩？開家庭。對啊。開家庭。啊，做乜介國下安當因進駐因後小組啊？
因为我老公讲我不是猪啊，太幸福叫了。后面啦。哦，你看连姐姐都羡慕你了。叫后面啊。其实金珠街今天动很多，因为社区街了，它有很多哥哥姐姐。记到最大的又差几多岁？长12岁。12岁，所以社区街不是猪啊，就哥哥姐姐都会煮啊。所以今天算是你第一次做菜了。哦，冇啦。好啦，等一下大家都好好期待一下，等一下张哥来看你哦。好。怎么关火了呢？超好的啦。嘿，超好，你要落去。哦。你啊，头啊有漂亮哦。你同时拍个头剪头莫打手，就做盘饰。哦。你要做剪做雕花用啊样。哦。不算上下来剪短的嘛。嘿。从你要捞到3用表料皮，这个有调味了吗？你要调味。哦。好，要干嘛干？胡椒粉。嘿嘿。好。你连还要选热油锅嘛？这就加胡椒粉捞染。染。好，还有调油，要调油香。该地尾毒该还冇加水哈，都是全蛋。全蛋。用打润哈。嗯。这个就是云淡风轻的云嘛哈。嘿，错。是咧香油。用香油来煎哦。香油。伊本身香油不用你摆，你搞啲油该皮跟你香气的，咱就唔是。皮林姐今年全部讲豆腐诶。也钢琴老师呢。哈，这么优秀。对，这个还没有看豆豆啊油。不是，因为台湾有煎皮跟油嘛，就是油嘞。所以等一下还有做卵皮啊，还是炒卵啊？卵皮煎。好，某时要先帮你煎一下，等下转过来看。好。两妞妞妞无，俺短妞妞啊吼。对啊，生炒比咸油嘛，你把生要炒起来，让炒强菜。哦，这样才不会过熟。嘿嘿嘿嘿，这样它脆啊，它不会按根哎。炒妞妞的其实有全熟吗？不是，有5、6分熟就多的嘞。再整丢落去。我太火呀还是细火？唔怕总落去的。辣椒孜然豆啊。从辣地位看好深嘛。你们2个这么辣，一定要辣下去的。嘿啦。这道菜懂清淡啊，它就是平淡之中带一点点波澜，会掀起一些不一样的波澜。哎呦，今天就口住呢。所以伊还无爆香豆，你看伊不用呛它，但主弄讲爆香豆诶。好啦。今年炒个妞妞怎么个有上到，捞个香蕉的呛下。上个色它好看的。哦。对啦，5颜6色。而且就有5色。5色是不然一般就是青椒炒牛肉。对对对。米酒。很应会上讲，这个年本会做的就是你刚刚讲的青椒炒牛肉，只是哎呦。赌和今天的题目是痛些帕斯卡洛皮，家里平常什么菜再加今天的主角，就是一道料理了。对对对。还有他赶你做完就很。对啊，我哋论是什么按多嘅啦，像讲啲色它好看啊。怎么个叶饼先下去？咩个按用嘅花嘅光较夹熟啊，它唔会一下跟我叶被都忘出啦。哦。哇，甜过一下冇，很辣嘞。哦。辣的米丝又出来。搞得味啦。这其实那条肉该烫熟我。哦，马上排水啊，中午卡可能哦。建装啊，去有嘛，中午卡几乎都用素有嘛。唔怕。排水。哎，讲你动电影写啦。排水。差不多了，过来去。好，加酒。你捡起来系嘛个？因为你乱下吼，捡起来咧，地部还有点冇熟吼，除你捡起来会焖熟，地部那个来带意啊，会焖熟，按乱很乱。哦。中奖哎！这边有点紧张，有点失策。啊？哪里失策？应该跟我动心讲哎。我应该知道有失策，因为我今年节你冇动酱。你下系咪会切过啊？係。不是，你等下就切啦，有一点像玉子烧啊，有吗？哦，对。玉子烧的话，挑米溜点吗？唔係，因要上色嚟吼，要焦香就差唔多咧。你假如我唔啲嘅話，就用那樣甜麻款，要該蛋液出來，冇嗰個話就表示要熟嘅。好，那我们差不多倒數咯，好來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要试试看那体育馆底度哪部卡米西卡好色嘞？
哇！看到亚豆味的观众朋友一定知道日本的厉害，看到调羹泡都那豆味的。嘿，我们在讲用炒的，他们有在走卵哦。我们炒来吃看我们红队了吧？来，漂亮哦。啊，该冻温嘅三只花哦，真的在吗？走在选，该排水没都在选，走在选。太敢看那吉祥哎，你看，剪刀真紧还是不能好，来吃吃看哦。哦。跟我又唔係皮啊，要煎到擦擦咯。豆嫩，條面又較好。我要擦，地板要嫩，咁所以咧係好食。真嘅呢，而且啲都調羹泡含車車，所以到嘅拍嘅部分當車，咁厲害誒。又好吃嗎，姐？好吃，是特的。又是強啲咧。對啊，好吃啦，真係清好吃。今日今天做啲講款吼，你要口感係嘛嘅？我試過幾多煮到嘅米湯吼，煮到吼，唔會太鹹。我試過嘅八粥都清醬。對。我哋用沙沙律試看吼，炒牛肉，炒牛肉。看藍隊的部分。好嘅嘛。就食到跟牛肉嗎？明珠姐，還凍滑溜的，有點像那種滑蛋牛柳的那種。凍嫩，米湯咪凍好，生母又凍醬。滷得咪煮好，唔會甜鹹。啊，冇吃米湯啦，我才有大白不卡出來按煮啦。哦，我們珍珠姐的意思講說，我平常就這樣子。平常就煮這麼好吃。係咩嘅意思？係啦，我特別細我煮愛用煮，有嘛白酒生我都開始煮飯，就自己帶兄弟姐妹哦，都按煮按色啦。啊，香菜嘅部分呢？凍菜凍好食，有得加了辣椒的樣色更提味。米湯有兩皮啦。好，緊張的時間到了，馬上呢就來評分呢。提前呢先搶連志龍師傅搶分數。哇！藍水日本，謝謝。兩下搶看一下，謝玲姐搶分數。耶！好了，阿龍師傅搶公平。先講一遍哈，人家剪亂，人家嫩度、老鹹度全部都100分，抓得很好，懂好。謝謝。但是呢，前面我唔會寫入邊嘅因為就懂單純的一個剪亂嘅呢，所以讓我沒有很驚訝。因為你係模仿像嘅篦子燒，所以前面係有加一些牛奶落去。加牛奶呢，嘅奶香味會留青江菜青色味，輕態，而且會帶出青江菜本身呢搶出原有嘅香味出來。哦，所以你會試過會冇按單調。哦，啊，藍水就冇冇。啊，入邊呢加牛肉有醬香味，就先用調油焗過，嗰幾個油加嘅冇過到凍肉，所以我會選擇入邊嗰個加一些辣椒油帶米絲，米絲油調出來有媽媽的味道，所以帶出來我所以係先入邊。哦，啊，謝玲姐咧？做乜先入邊呢？佢煎的軟啊，夾個旁邊的焦香味又提出又見到，就講這種香港誒，你又不用嫩啊。佢會帶它的香氣，唔講咱咧煎，咱會有個香味，咱會有啦，咱會有。唔講我會選擇樣份數的，因為還算凍清爽的一道料理啦。啊，兩片呢冇平安到搶這位，我會係喜歡啦。只是說，我哋今日係主題係清江湯絲吧，唔做湯絲吧，大下多一些些咧。哦，主題比例。對。好啦，按用藍水、老風水表現呢就各有特色，而且各得到1分。馬上呢，今日我來看一下哦，你的志龍師傅帶來乜嘅4個料理，我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今日呢阿龍師傅依舊冇來哈，今日帶來菜名係嘛？因為帶來的菜係芙蓉青江玉米筍。哦。芙蓉青江玉米筍。調羹泡。包小筍，來看一下有乜食材。好。主要都係有調羹泡，玉米筍，包小筍，啊，也係鹽腐椒粉調味嘅，還有花枝醬加蝦仁，還有芹菜末、酸菜、柑橘、油蔥酥。好，沙沙來做看，啊，芙蓉係乜嘅啊？芙蓉就是整亂，啊，一般一調羹泡都會拿用炒嘅，啊，今面拿來做造型，做得像一件像
尬玉米笋，这个部分就会做像叶子一样。哎呦，讲到两片哦，等一下风水学的两头料理的时间，我们要用高度标准来看，因为他刚刚讲说你们吃起来太简单了。哎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就吃看哦，到底简不简单？你是在挑拨离间吗？哎呀，调干嘛先烫些料的哈，然后玉米笋差不多太，去烫一下。哎呀，就先调一下酱料哈。哎，他昨天看到虾仁的哦。那就虾仁哦，花枝酱的呢。虾仁要料几枚嘅？哎，一粒一粒的，细粒的，就做得嚟哈。切丁酥炒嘅。哎，嗰日芹菜末，嗰鹹菜，鹹菜其實酸度會留海鮮非常嘅搭配，嗰會有一個脆度啊。鹹菜要煮熟嘛？鹹菜本來就熟嘅。哦，熟嘅啊。係因唔可以當鹹嘅鹹菜，所以我冇寫出嚟，出隻就不要攞一直做得嚟。陳年或者什麼？多一些油蔥酥，油蔥酥會增加佢香氣度，所以就唔好單調，唔好講只有海產嘅米絲啲嘅。嘅做埋錢哦。按太皮所以嚟。鬼袋全部油葱酥的米稀，那都因为它会分散的更味道会释放啊。哎，那包就说就一条，那堆块，切起来像安尼，大家就来爆呀，就说的。哦。哎呀，我不用乱。啊，柑橘咧？柑橘等下切下歪。调色的，点缀。哦。要乱忙就好的哈。你这个手势。乱它等下要煮酱用的，所以也唔会打扫。哦。加点米酒哈，加点香油，米酒啦，用油，用酒好啊，哇，你的手比机器还较厉害哎！哎，真的。按记两下嘅动作系做乜嘅用咧？增加粘性。哎，对。要调干把烫好嘅哈，然后水倒走了，来腌起来哈。做成像呀包熟笋的嗰种嘅叶嘅。哦，就当然就按你来铺上去啲呢，或者也玉米笋，也有烫过的，就按你来标上去。那怎么个用包熟笋来做啊？你就要做有一种像玉米笋的意境那里啊，这个就是它的叶子，就像玉米笋堆铺那种感觉啊，那种意境，哎，意境。对，意境。你现在是有讲那个抽象派了？抽象派。他最近在读哲学啊。他就有读书啊。你要做仿真系列。仿真，没了，仿真系列。哎呀，要做好它的造型就会安尼。这道菜懂清淡啦，那就是平淡之中带一点点波澜，会掀起一些不一样的波澜。哎呦，哎，今天有读书呢。我小鹿乱跳。冇哟。你刚要包出笋啊，做好以后要整差不多8分钟。哦。哎呀，乱差不多整11分钟。哦，分开来整哦。蒸了以后再组合，再整2分钟，让它们两边粘在一起，味道都可以合在一起。就像鸭哈做好了鸭，很香哦。哎呀，鸭腿都做简单的酱系吗？哎，简单的银芡啊。我们要回头菜没有过度的去挑味，一些。要加下是就水系啊。一般是要用高汤啦，也还胡椒粉。哎呀，调味调好以后就勾芡。哦，你要钳酱一下。勾芡给它放满台哈。枸杞，干嘛用枸杞呢？第一个养生，第二个配色，穿了它蛮单调的颜色。什么好看？看起来不简单啊。攞一些香油係嘛？哎，有一些香油。哇！啊，看看哪里停下來，安尼啲呢？哇！哇，好漂亮哦！我看就应该是做的强肌肉血。哇！来，今日嘅芙蓉青椒玉米笋做好咧。阿娘就好食咯。所以看起来基隆沙嘅粉讲是讲，好困难的啊，好危险的粉阿姐来做。这个
这家都来老了，全部出来。哇，但是料理呢，可以了，真的十分的香艳，而且感觉也是低脂餐哦。对，真的，为到控甜感跟做的豆豆馅，那秀像我。对，就我要减肥。看一下今天的题目可以嘛改？今天的题目是龙潭羊骨冻，也在发通的演示的用意是嘛个 A 至于渔人 ，B 传承古物。好，来先猜拳，太简单了哈。好，不然碧玲姐好了，碧玲姐讲比较少话。来哦，等一下箭头烧头不给徐姐掌握去填了哈。来，你这样子。箭头烧头不 ，yes。好，来直接跟大家讲，答案是传承古。对 B 传承古物。所以我们选 B。那你原本是用选B 的。哦，好了，没法度了。好了，A 说不定还会对，有可能。因为太港黑妹都有参加那个羊骨冻，有参加有一起采接吗？你是参加有一起吗？有韩国100。唔是。哦，好啦，看一下，到底答案係 A 又係 B 咧？答案係 A。确定？今天係 A 呢？邊個？迅速啲嘅嚇有到。不是吧？跟我主持的时候不一样哎。時態在進步。沒有。改變。好啦，講一下，講一下。因為呢，龍潭羊骨凍係農業沙邊呢，基本上過年期間娛樂活動，以當地的鄉紳的外表，還是姓名的諧音，來製造成嘅造型道具啦，牛車遊街啦，相互揶揄啦。是街坊邻居維繫情感的活動，所以一開始你要注意看一下題目，原始的用意，一開始的用意，哎呦，俺好食嘅題材是哪些咯？我去講拜拜咯，拜拜。對，哇，算是意外之財啦哈。意外之財。意外之財。好，攞嚟看哦。可是這個保秀筍只有。只有怎樣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拄好啊！我看見有啊，還哦。那個真的很像那個烤布雷。對啊，很強哦。好，開始食咯。哇！應該介下是多嘅痛雪爬，要凍聽咩？煮了，它就該爆秀筍啊，還有海參啊，那個很好聽。還有最後那個乾貝，那個湯汁。哎呦，永貴安好食啦！珍珠姐，你知道咧？你吃董酱哦，可有用的。都是要的。用的米汤呢？真清甜啊，清好食。董清甜。董清甜，就是个清鲜味很够。啊，金珠姐咧？你拄好是哈應該是真問題。你才歡喜耶！既然猜出來，還可以贏。對啊。你本身係想 B 啊 A？ 其實是 A 啊。A 啊。因為有看到那個原始嘛，跟黑白很容易很麻煩。不過我覺得這個菜真的好好吃哦。要聽我們的口感嗎？好，談款。青江菜清甜，很甜。海鮮把它的那個甜味給帶出來了。真嘅。米英姐，你吃到嘞？軟，凍軟凍好食，吃到。這家都來老了，全部出嚟。等一下，你等你也數哦。我們剛才不知道別人就端過來了。哎呦，冇聲音啊，冇聲音。拍攝了啊，剩下了我們就送給那2位豬豬姐姐了。不是俺忙是懂，我也算豬豬姐姐。豬豬姐好啦，我比手還有低手下去。好，唔怕頭前呢1比1咯，三下來我緊張咯，馬上來進行最不迷館的挑戰。料理逢6點，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3點完成總鋪時實天我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理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分分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誰來上菜嚟？哇！又到了料理逢6點嘅時間，我現在呢已經身經百戰了。所以日日都看下，今日煮嘅東西菜名係乜嘅咯？米醬蒜苗炒豬肉。哦，就米醬就蒜苗，然後豬肉，等下會換個東西。我希望它換炒。
炒，对，哎呦，没什么关系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汪三庸，我们派美英姐来猜拳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要派我们运气很好的，我们可以再派一次金珠姐吗？我觉得她的运气特别好。好，怎么感觉我今天运气不好的？不会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你看，有人嘞，应该先来一只蛋呢。红色的。棕色的系吗？最危险的是不是？唔系，它奖色。哦，好，打开问大家看哦。1、2、3。哦呦，米葱哦，不错。其实蛮好吃的吧？不差。我觉得这个算安全牌，看你了哦，好，明静，我先来个。黄色，分开好冇？可以两片系嘛？嘿嘿嘿，1、2、3。哎呦！你这手都注牛嘅。Yes， 倒起来。快点嘛，加油！可以甜的。啊，是冰啦，还不错，今天人好好哦。我们的运气是不是用完了？啊，提振了。哎，该行芒开始之前，去龙山喊起个神农大帝啊，用拜拜讲吼，听说最会让哦。来。好，起身呢，阿勇可以了。就算冷水，我觉得米肠也是没做对啦。啦。后生，阿勇大家有信心吗？有啦哈，马上就来进好最冠名一馆挑战喽。两馆的料理风流蛋哦，可以了呢，大家都已经蛮有信心的。除了我们的珍珠姐面带愁容，不会啦，没啦，刚才就讨论出来个战术嘞，有没有？有。我们是那个啦。你们就是云淡风轻了，坐一望一了。好，大家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比赛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。开始喽！马上来我这边看看啦。安永伟安好手都注牛了。混山，你们不是要抽黄的吗？对啊，等一下哈，有什么特别的做法吗？让大家讲一下。我想要做类似红烧。哦，红烧的那个口味，做那种烧吗？因为题目是炒哦，炒係嗎？就乾爆炒安用因。那做乜嘅豆腐係先燙過啊？豆腐撈該豆色味先過掉，但係佢按燙過下扎實，按落去加下下唔會散散，係。你大蒜哦，你切安用因，你每下唔會落，嚇，安用，因為時間的關係，嚇，按就比做。斜刀安用。哎呦，你切东西嘅時節哦，身體個重量咪切好咧呢哦。哇，比林志棟厲害耶！還有姊妹感情同好誒。最佳拍檔。真的，這次鄉下搞到睇嗎？冇睇張會鄉下。睇張鄉下。要杜後加多夫圈的係嗎？係。哦，你睇的哦。好，我們先到這裡，好，去解救一下你們那邊米腸。應該唔係算係解救啦，仲有先前啊。係啊，你看。該下就討論出了個戰術係講吼，全副溶破誒，因為吼該米腸吼破過去以後，就會速速切切誒。會不會太低溫？會嗎？這是中火。要再高溫一點。好，進入之問一下吼，呢條嘅豆腐係用水裏燙過誒，那你做乜嘅用破過誒？因為炸貨它有香氣啊。哦。它有香氣有冇？一下炒個蒜苗落去有冇哈？啊米啊。那家下很發現到哦，哎呦，你睇米醬吼，係咪加頭油啊？係啊，加啲頭油留喺味淋哈，一下加一點水嘛，然後調一調啊。你不講，我還以為是。然後這個炒的時候，我不知道，我沒有用過啦。沒關係。啊，一下就然後不用落一道蒜苗，用它炒啊，然後啦。好等於就讓人講啦，因為人家他以為這個是巨型海膽啊，有講海膽嗎？有啊，有這。可以吃啊，大口吃哦。你要凍湯嗎？所以看起來基隆沙嘅分工是講，好困難嘅啊，好危險嘅分阿姐來做。今日係馬上來報名嘅啊。啊妹妹，你啊？妹妹來報名啊？你貴婦不好好做，你用唔送？有啊，還用啊，自然會煮啊。來唔會煮啊，佢咩錢會煮？皮油鋪都炒炒咯。啊，皮油嚟參加啲名咧。馬茶。
无瓜瓜。啊，那个无瓜瓜就不你阿弟讲吼，听说会打 tail 面吼。吉隆话讲拜六我们要庆功宴，吼，可是他已经预算好你的预可是算我哋要出豆量啊，石头冇啦，就也是庆功宴呐，做在哪呀？这都会行的，不会来煮。哎，公，这是输的意思吗？不过来比安永也一神气啦，神气入伙呀。我都听懂哦。好啊，先不一泡一下，等下转过来。过来哦。哇，我看到炒蒜苗人就很开心。对啊，蒜苗可以该煮牛好。你看我的猪肉白溜的呢，哎，很香哦吼。哎呀，米浆很样的吃做的唔咩吧？买的。其实米浆的挑梅梅系俩透出来很决胜的关键。我觉得米浆要炒过，而且等一下加水。啊，这样会香ham。对，上一次有经验。对。我觉得肉要先下去，来豆腐。哇！豆。哎呦，你看听我按豆水哈。哦，叫我收干嘿，因为我豆腐吼，佢含冇盐味，好。对啦，豆腐看唔会盐味咩？我用味噌，先唔落去咸味，就要先。但我甜不该嘛。拜拜。哎，还是不要盖锅盖比较快收干。啊，猫子要用假设情境用问题吼，用60秒来让它收干，要不要？你确定？不行。你要用厨师天数矮吗？你睇你自家來到做的。可以，自家決定。決定。請廚師幫忙嗎？衛生紙哎。不是，我想到了。怎样？我們有牌子啊。叫廚師切嗎？沒有，我師傅切熟了呀。有一個不怕燒的。對不對？他們都是鐵砂掌哎，那個鐵砂掌自家卡住一下，你這樣手哎，摸啊！決定，請廚師幫忙嗎？好，好，那你要找誰？來，先來。我先來啥？你講廚師天數矮，廚師天數幫忙。天數矮沒走的。天數矮。哦，我先來啥？姐姐。好，阿娘差不多幾時搶？開始。加湯係嗎？加啲湯落去，啲平平都水嘅。哦。我留睇些水嘛？唔是。啊，味淋我加嗎？味淋了，等一下等加好吗？哎呦，你偷偷送我1塊。马熟了。哎，你们的肉有先腌过是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哦。30秒枸杞了哦。这你等一下哈。在味淋要起锅前一下下再呛一下就好了。好。米頭行做得冇？米頭做得。啊，你可以醃雞冇？冇醃雞啦，睇下酸你一定要熟哦，因為cái thí mọc係炒哦。冇醃雞冇酸你冇軟體。酸你會黃體咧。會黃體。你要乜要注意冇？你那要起鍋噶。3、2、1，西見到。好。老師，他們繼續大火嗎？好，對，大火讓收乾了，那麼多水。好，沒問題。好，謝謝主廚。好，嗰邊天天煮唔怕。咱水差不多我用該拍好咧。唔一定要裝蛋。哪裡？冇醃過嘢嘅酸你會黃體咧。好。哎呦，這樣會調燒哈，我幫你切好了，我切係嗎？張婆切你切哦。不是，因為阿姐啦用這樣會調燒，所以我想說撈幾騰熟一下。你用衛生紙哎？不是，我想到了。怎樣？我們有牌子啊。叫廚師切嗎？沒有，我師傅切熟了呀。有一個不怕燒的。對不對？他們都是鐵砂掌哎。因為我們要用在那個，你知道嗎？用在調料、調醬的時候呢。不用了啦，你這個切，不然這樣子，等一下 ham 雞哦，切好夾30秒切，30秒切涼，30秒走腳。對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能命令師傅哎。啊，我先來一下，那個鐵砂掌膝蓋卡住一下，你這樣燒哎，摸啊，啊，哎。好，那就那個師傅先幫我們切。好，李吉用李師傅槍。好，要說一下這個通關密語。廚師天數矮。好，繼續開始。好，這牌子可以放下，一個油行開嘿。因為佢行唔拉更嘅咧。綿的，還沒唔要哎。我們有在回炸嗎？我們可不可以再回炸？再回炸，我他輸了。那你要開火啊？問圖撈幾耐個？油可以倒起來嗎？倒起來啊！來，我來。倒起來。用煎的方式，這個沒辦法炸，炸就會開了。哦，會爆掉。因為它裡面的濕氣太重，有沒有？哦，用煎呢？你看師傅就
果然用对了。啊，酱没有，老几挨到挑一下，呛一下酱油。酱听说会超过。这个味道我有加水，哦，不知道味道会不会太淡。等一下，师傅让你一起看，痛吸痛吸，慢来，慢慢来。3、2、1。这个等一下我们翻，老师你先帮我们试试看。谢谢，时间到了，谢谢。慢，含油。时间到。因为不一定给穷豆嘞。再加一点水下去，然后这个再好煎的差不多，再下去加水，加水，用拌的就好了。好，这加水，哎，水嘞？不要加太多，不要加太多。你是顺，哦，好嘞。不要太多，嘿。好。哎，调个味道 OK 了，这个下去拌2下就好了。好。那个蒜苗不是要放进来吗？这蒜苗这样就够了吗？可以。这不用放进去吗？可以片呐。这个先下去收，这个再去。妹，走了。又擦的哈。走，这就不用弄一做尾啊。好棒哦，收好干哦。啊，你怎么收那么干呢？没有开火。对，刚刚因为我怕它老掉了，它会老掉，所以我关掉。差不多黑吗？对。哎，不要太多。蒜苗。哇，这就是北京搞鸭学的哈。对。哎，那我们这边差不多嘞。对，差不多嘞。蒜苗。倒数喽，吼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支持困难最杯米馆那部卡张系列太重鼓嘞。哇！哦，我觉得呢，看起来料理风流得第一关呐，吼，真然不然你就得有创造新的菜色。哎，真嘅哦，真的。虽然哦，一开始手到跟米窗嘅时间哦，我们的姐姐就是那个眉头深锁，不过结果看起来一红呢，是啊，关难过关做呢，嘿哦，好，来吃这个呐，来，好，谢谢。蒜苗要咬到哦，哎，我米酱调到唔会香哦，唔会香，而且我的猪肉很嫩诶，乃只有米头懂沾的，肚好，干不用哎。还及格，但是不是很完美。它的标准比较高，因为它老师级的。你看我们多求进步。秘境街了，毗邻街哦，潮不应该很练习的嘛。有。他刚才拿照片给我看，哦，潮不应该烤起来很好酱哦，更厉害。但是今天我觉得也不错哦。你有没有紧张？唔会啦。在秘中哦，容易炒最刚刚会挺寒，我觉得我们嘟后，而且辣这味又不会挺烂。提一些米头。问一下哈，刘赛的柱姐姐，问一下给他们一点评价。觉得炒的还不错啦，是老鼠肉嘛，所以吃起来比较不会像人家3层肉这样比较油脂啊。不过还是炒的真的很不错，还是很嫩，还是还不错。谢谢。系啊。金柱姐你感觉嘞？我是觉得是有一点点淡。一点点淡。对。哦。因为我们金珠姐对于这个味道的标准好够哦，这道菜随每个挑每还是其他家挑哎。哇！莎莎来试看好吗？好。来试喽。比较咸一点。哦，你看米酱还好食嘞。因为很爱那个辣椒，它就强下炒，所以它就是不是只有咸甜的味些，它就也是个辣辣。对，有一点辣。还有今天我感谢一下我们的脊梁骨哎。该下好灯吼，我们这个有让一煎一下，某时吼，这样会嫩烂烂的。好吃哎！它含的味。米汤没讲好。哪个？他说会比较咸吗？会比较咸。会哦。可是配米肠一起，我觉得要一起配。对，没有一起配的话，有没有哈？吃起来一开始就会到口。菜会有一点比较咸。因为我哋用的是米肠哦，米肠有厚度，所以假司机唔系按用挑梅哦，它那个米肠会摸梅，它呢部都会摸梅啊。吃到嘞。味道當葱好食，豆腐還冇味道，係。而蹦腾嘅酸梅，係。碧玲姐吃到嘞？我觉得味噌的味道有进去，还不错。冇上到哈。对呀，想说最难弄的有没有？米肠啊，它就该豆腐全就泡过，所以我要香味好出来。对，香味较重，味噌淋上去有嘛哈，就有一点含香的啦，对啦。冻好诶，唐公汉已经提100组哈，提100组，唔是做过，厉害。好，紧张的时间马上就到了，先来抢 L 嘅阿六师傅抢本书。
哦，等下看一下谢玲姐强不不熟。哦，两球呢？1比1，来阿亮师傅先来公平哈。今日迄米浆炒羊肉，也米浆爱出那边较无炒多啊。哦。跟米是较无出来，较无酱香味啊，有些像水煮味啦。哦，是。啊，鸦片那个有酱香有炒多，但是鸦片有较咸，鸦片较味道比较较适中，但是鸦片出点较咸一些，但是给它酱香给所有的调理的方式全部有炒多，所以才现在鸦片。啊，谢玲姐，那现在鸦片迄夹米是比较综合啊，伊米浆虽然无炒暗香，不过你迄摆做了出菜啊，那个豆腐啊，过水过过，你还要留个米浆向下煸啊。哦，向下煸吼。嘿，向下炒过，夹米浆要较香。哦。不过我本书的因为甜土啊、咸土啊拄好啦。是。鸦片呢，鸦片创意感同好啦，佮又再个剪过的话，夹调米又香出来。阮哋烫四下的啦，烫四下，真然烫四下的。哦，谢玲姐比较偏云淡风轻派。对，冇烫咸啦，你烫咸就烧米丝的啦。好，今日嘅比赛成绩出来嘅，2水只系得到2分，平手。恭喜，係馮水得到1000元嘅假菜券。恭喜！恭喜恭喜！恭喜！今日已經回聽時候，咱隨便做得到2500Q 嘅假菜券。恭喜！好，嚟先嚟聽明英姐老太家嚟分享一下你拜參加嘅心得。大擺看到一家之主吼，就想講其他個主菜要按強，我想講我要來參加看看啦。謝謝有關單位幫我來參加，所以真嘅冇簡單，冇按簡單，不過又可見識到志龍師傅還有雪莉師傅嘅手藝哈。再去個檢討一下，可以再精進一下，精進同厲害，大家照顧。好，按姿勢哦。麗玲姐俾老太家來講一下。豆腐卡煮吼，撈豆料為主吼，真緊唔好強弄啊，會緊張啦。阿媽都師傅了學到一些撇步了。緊張豆料行嘅將糖度已講開咧。不過佢切菜切得當好啊。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好，你下來問一下吼，咱隨個金柱接線來講一下咧。啊，今日來參加咗嘛感想嗎？今日真歡喜來到兩邊參加了節目，平常時我從不看正經無嘛煮菜，可是來到兩邊看到大家按會煮，本來師導講我最喜愛好好練習來煮菜，下擺過來比賽一擺。好，你講嘅哦。可不可以拿到第1名嘛？什麼太陽？給那個吳瓜瓜看啊，對不對？我只今年這個禮拜的慶功宴沒有辦法那個顯擺一下了。唔會啦。哦，航白漢就寄回來看。啊，今天的這個承諾，老公也有聽到了。好。好。啊，你下問一下阿姐吼，我們的進駐街道大家講一下，今日來參加就買感想嗎？今日參加那個一家之主有嘛？所以大家都按會煮有嘛？所以要好好來練習有嘛？什麼大家？啊，你下新冠局打開了耶！哦，有變強中誒。好，航白假設他就寄回來吼，我們再更放一點。哦，好。恭喜恭喜！好，今日真當歡喜哦，有四個姐姐呢，叫下啦，媽媽嘅好廚藝呢，丟出來本太自家。用它來品嘗看呐，而且呢，今日成績算10分的厲害哦，平手等於是不相上下，都是我們嘅太中譜。係啊，啲時間做台前景非常嘅和諧，所以歡迎大家哈來到我哋嘅節目，請我哋食大餐咯，夾佢哋報名吧。我唔知一家之主就等等太自家，夾佢來報名，一家之主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